高考成績是讓我最不快樂的事情之一。我就接到电话之后就覺得，就那樣吧。就是那個節假日，我唯一能記得就是躺床上不想動，就是叫我去幹什麼事兒我都不太想動。所以說一直沒有什麼東西能讓我覺得高興。快樂就好了。但是生活中不會總是這樣的，這只是一個幻想。